在是上京团天灵堂，天灵堂上京团的演练地藏菩萨本愿经。这个礼拜日7号发挥，下晡1点的地坛来引证可以，搁地藏菩萨本愿经，进就是上京团的练习地藏经、地藏菩萨本愿经。透早礼拜日的透早6点，天坛演课日红真经。日红真经、天文真经、8点主真坛演证科语、大同真经、武强。天坛、地坛主真坛，仙灵坛、天坛、地坛主真坛，仙灵坛。搁有迄个小兵诶，我也了解小兵。下晡12:40就上兵，下晡12:40就中送朱天心回家。同时伫我也了解上兵，我也了正头前就是我也了，正头前就是我也了。总干事好，总干事好，一入门内底佫画一位迄迄叫做串斗火，串斗火是要带啥物所在？串斗火。是，感觉串斗火。这啦吼，下10点，下晡夜咧12:40分。串迄只门内底画一位，再串斗火，可能伫迄楼顶。串斗火。中送朱天心回家，同时我也了解小兵，正头前，正头前就是我也了。中名将军就是李太主要讲李元帅，李副元帅，太主要讲中共元帅，李将军中央将军，李将军就是太主要讲啦。中头元帅洪太主，方名将军，苗公姓者南名将军，萧公姓者西营将军，老公姓者抗名将军，连公姓者。新营龙虎乡天灵堂，伫个公园路，算做南新国中的西边。真看到就是公园路钢骨结构的艺术品更是制作的艺术品灯，有时候有灯光之美。